来讲台南的消息，台南安平出名的文章牛肉汤店，因为违建的一审法官认为讲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，判刑3个月。那换做罚金差不多是新台票9万块。这个上诉了二审考虑讲伊违规的这个部分已经拆掉啊，该判拘役55天，假罪2档，需要支付10万块予国库。只要这个缓刑期期满了无过犯，都未留下前科记录。针对二审的判决，牛肉店的头家无想要加讲。 粉红啊色有力牛肉倒打清甜的汤，台南著名的美食文章牛肉汤，名声透惊城。不过，伫咧安平区无做生意的路店，过去因为拄到违建风波，一审业者叫判刑，如今违建已经拆掉。该迄个拆除的，阮拢已经家己拆除啊，阮自行拆除啊。当时业者承认唔对，回头看规事件，负责人张小姐，2002年9月开始，伫咧原本的路店有加起，因为无伫咧插违建停工的命令。2023年9月上，一审的法官认为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，判3个月，那换算做罚金大约爱6-9万。上诉到二审，法官考虑到有后悔意思，违建已经拆掉，该判关55天，假罪2年。 需要支付10万予国库，虽然金钱负担看起来有变多，不过为刑度来看，有比一审较轻。因为一审判决的是有期徒刑，如果执行完毕是属于有前科的状态，5年内再犯也是属于累犯加重其刑的规定。那二审判决缓刑，如果缓刑期满，被告都没有再犯罪的话，视同没有任何前科，那等同没有执行过任何的刑罚。 那自然比较下来，二审的判决是比一审对被告更为有利的一个情形。对二审的判决，头家无回应，店家干那讲一切尊重判决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